主后2022年7月1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彼此代祷。圣经咱来听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3章第1节到第5节。兄弟姊妹，阮还有话要甲恁讲，请恁为着阮祈祷，互主的信息会亲像伫恁中间安尼真紧传开，搁得到荣光。嘛，请恁祈求上帝，互阮会当脱离作恶做毒的人，因为毋是逐个人拢有信。主是可靠的，伊会互恁坚固，会保守恁脱离迄个邪恶者。主互阮对恁有信心，相信阮交代恁的代志，恁现在有在做，后来嘛会做。愿主引导恁，互恁学习上帝听甲基督的吞论。以上，彼此代祷是基督徒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无论伫教会礼拜、团契小组聚会，也是个人灵修的时，彼此代祷，拢帮助咱，毋干那单顾家己的代志，也会通关心别人的需要。彼此代祷，也帮助信仰群体会当做伙注神伫上帝，同心倚靠迄位建立教会的主，来过信心的生活。伫彼此代祷中，咱通经验到，上帝毋仅是我个人的上帝，搁较是信仰群体的主。伫帖撒罗尼迦后书第3章，保罗邀请信徒为着伊和同工祈祷。保罗需要代祷的有2项：第一，为着福音会通广传代祷。保罗邀请信徒为着广传福音祈祷，互福音伫其他的所在也通亲像伫帖撒罗尼迦顺利传开。第二，为着因会通脱离邪恶者代祷。邪恶者是指遐个毋信基督，搁若做福音进展的人。保罗甲同工需要信徒的代祷，相对的，因也会继续为信徒祈祷。保罗讲，主是可靠的，伊会互恁坚固，会保守恁脱离迄个邪恶者。保罗为信徒祈祷，免受邪恶者的侵害，毋是指上帝会互信徒免受压迫患难，是上帝会互信徒有坚定的信心来面对一切患难。咱通发现，保罗甲信徒相款，拢需要上帝的带领，就是当时艰困的处境，因拢需要上帝的保守，互因有能力面对邪恶者的困迫，搁互福音广传出去。我伫每日灵修的时，拢会使用一本笔记本，记录逐种需要代祷的事项，包括为家己、为家庭、为教会、为国家社会来祈祷。安尼头尾继续为侪代志祈祷的时，我发现家己对生活周围的各方面，也有更较深入的关心甲了解。伫祈祷中，有时阵我会为着上帝带领某一个人有咧成长，感觉真欢喜；有时阵煞会为伫苦难病痛中的人感觉哀伤。我甲祈祷的事项甲感动拢写落来，1年了后，搁再翻头并看笔记簿，常常会看到上帝带领的轨迹。搁较重要的是，我知影侪兄弟姊妹伫因的代祷事项，也常常为我祈祷。
这是偌尔大的安慰甲支持。亲像诗歌创作者兰尼沃尔夫伫《有人在为你祈祷》歌词中提到的，主关心佮了解你会当忍受偌济，伊会透过别人来替你祈祷。当你感觉寂寞孤单，你心内特别破碎，就会记得有人在为你祈祷。确实，当咱拄着患难压迫的时，就知影有人在为咱祈祷，这会带互咱真大的安慰甲鼓励，互咱会晓得家己并无孤单，有属灵的同伴甲咱做阵行，搁较会当体会到上帝一直甲咱同在。默想，我乐意为别人代祷，同时我也需要别人为我祈祷。我乐意为别人代祷，同时我也需要别人为我祈祷。咱同齐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感谢你，互我会当为别人的需要代祷。恳求你帮助我，伫代祷的时，甲信仰群体做伙学习，同心倚靠你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